咁喂，如果我拍片俾大家睇要傷害自己身體嘅情況下，咁我覺得我好似對唔住大家，我傷害咗自己身體，咁點拍得更加好嘅片俾大家睇呢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阿 Rock。今次咧拍攝呢段短片咧，就唔係講有關呢個裝修自學嘅頻道嘅內容，而係我想講下拍 YouTube 呢一個月嘅心得同埋分享。咁首先好多謝各位觀眾咧對我嘅支持啦。咁我喺咁短時間內啦，其實即係1個月左右嘅時間咧，已經有208個嘅訂閱者啊，即係多謝咁多位先。點解我最近咧出少咗片段呢？其實就係我想檢討下自己喺拍攝嘅過程入面咧，有啲咩地方可以進步啦。我嘅 YouTube channel 嗰個系列咧，其實係講緊我自學嘅方法啊嘛，同埋自學技能啊嘛。剪片拍攝都係我其中一個自學嘅技能之一啦。咁所以就藉此呢一個機會咧，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咧，我呢1個月到底嗰個心路歷程係點啦。我最初第一條片咧就係用手機用 iPhone 拍嘅home tour 啦。咁其實我出咗1日片定2日片嘅時候咧，其實係好低 view 數啊，仲要自己揾咗好多朋友去睇嘅時候，咁先至有100零個 view 啦。令到我後嚟啲片段咧多人睇咧，係我最估唔到嘅就係呢個行家居展啦。咁我拍完咗 home tour 之後咧，咁我發現用手機拍咧好麻煩啊剪片，咁所以咧後嚟咧就買咗呢個 DJI Pocket 3咧，就去同大家拍攝。我用 DJI Pocket 3拍攝咧，應該係家居展嗰條片，同埋第一次行落去街嗰度同大家拍攝。話有啲咩事前準備嘅片段嚟嘅。喺拍 home tour 嘅時候呢，咁我嗰陣時都未熟悉嘅，咁返到去剪嘅時候呢，都覺得哇好似好難剪喎。咁我及後一路都有改善自己啦，咁開始就度稿啦。咁因為剪片嘅過程又發現自己係咁呢啲咧就好核突啊！後嚟我都意識到有呢個情況咧，咁就結果都係度翻好稿，有晒講稿啦，我先至再跟稿讀咁樣去拍啦。大家後嚟會見到我咧拍攝同埋講嘢就會順暢好多啦。及後去到我最新嗰條片啦，就係深圳家居展嗰條片咧。咁嗰條片反而係我冇度稿，跟住再去拍攝俾大家睇咧。咁我翻到去咧，其實我係透過咗好多嘅剪接，令到成個影片咧係比較好似好豐富咁樣。我實質去到現場個拍攝，其實夾埋都冇30分鐘咁啊，最後剪咗16分鐘俾大家睇啦。呢一條片係令到我意識到就係，我覺得我自己要停下嚟咧，要去檢一檢討先。如果唔係嘅話咧，我繼續製作啲短片俾大家，我好想俾到資訊俾大家，但係我自己都過唔到自己個關啊！因為我其實拍攝咗幾條片，但係我過唔到自己個關嘅時候，我就算啦，我不如檢討下先啦，再去揾多啲參考啦，睇多啲唔同類型啊，睇多啲唔同人拍嘅 vlog。所以我就點解會今日出咗呢一條檢討片先？已經寫好咗講稿，但係我覺得自己唔夠好啊，即係事前嘅準備，我覺得好似唔夠啊。咁令到可能喺觀眾嗰度可能會覺得粗製濫造，我過唔到自己個關，咁所以我就停咗個幾星期去重新出發檢討自己，可能加多啲後期製作俾大家睇咯。咁如果你留意到我家居展之前嗰一條片呢，其實係有啲 B-roll 嘅片段，見到我一路嘅拍攝咧係加插咗好多唔同類型嘅拍攝手法落去嘅。主體嗰個鏡頭同埋內容咧，我係有啦，但係我加插 B-roll 嗰個影片嗰個內容咧，我就覺得自己唔夠，咁就想喺呢一度事前再做多啲準備咧，然後先再想拍攝影片俾大家睇。咁我亦都會加緊努力去拍攝噶啦。咁同時間咧，因為喺我剪片嘅過程咧，我發現自己咧冇一張好嘅凳。咁聽日咧亦都會去買張好少少嘅電腦凳咧，令到自己喺剪片俾大家睇嘅時候咧會更加順暢。我覺得我剪片俾大家睇，我冇可能受傷啦，因為我其實都屈傷咗條腰，跟住都睇咗幾次醫生咁樣啦。咁喂，如果我拍片俾大家睇要傷害自己身體嘅情況下，咁我覺得我好似對唔住大家，我傷害咗自己身體，咁點拍得更加好嘅片俾大家睇呢？深思熟慮嘅時候就買張好少少嘅電腦凳。
咁啊有齊晒呢啲嘅裝備嘅時候，就再拍攝一啲好嘅短片俾大家睇。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啦，拍片自學嘅心得啦，一個月嘅心得啦，呢個係一個少少嘅分享啦。同埋未來除咗呢個自學裝修頻道之外呢，我好中意香港嘅美食嘅，做一個系列係有關香港嘅90後對香港美食嘅一個味道系列，當然係指揮嘅嚇，係我覺得好味嘅。另外我亦會想拍翻就係有關我board game 嘅直播啦，喺玩 board game 嘅過程入面學咗好多事情啦，幫助咗好多思考啦，有好多嘅邏輯啦，咁都希望同大家分享啦。咁同時間亦都會繼續拍攝呢個自學裝修規劃嗰個頻道嘅，我係會同時進行啦，咁唔會淨係一樣啦。除此之外，最終極嘅目標呢係希望 YouTube 嘅拍攝各樣嘢上面咧都進步自己啦。喺拍攝 YouTube 嘅過程，因為拍 YouTube 而走多咗出去。我係一個係比較獨來獨往啲嘅。喺拍咗 YouTube 之後咧，令到我走多咗出去，都幾開心嘅。有咗個理由去出街啊，可能真係33歲啦，咁變咗出街個意欲又低咗啊！即係一放假幾好啊，有個動力去外邊嘅世界度走走，去見識世界。希望大家可以繼續支持啦，亦都可以透過我呢個頻道咧，亦都可以了解個世界更加多唔同類型嘅知識啦。好多謝各位。